伊朗戰爭正成為北約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2026年4月，在特朗普第2任期下，美國正捲入伊朗戰爭的衝突之中。此時，一篇美國主流媒體社論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：伊朗戰爭是否會完成連普京都未能做到的事，徹底摧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？隨着歐洲多數國家拒絕為美國提供軍事幫助，特朗普則以退出北約作為回應這場危機不再是假設，而是真實發生的戰略轉折點。從現實主義視角來看，伊朗戰爭正成為壓垮北約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它不僅徹底暴露了歐洲長期積累的結構性衰敗，更凸顯了特朗普現實主義外交的積極價值，迫使盟友面對聯盟必須雙向付出的現實，並為美國擺脫舊有包袱，實現戰略自主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窗口。歐洲墮落的深層根源，歐洲在此次伊朗戰爭中的表現，拒絕開放軍事基地，阻攔美軍飛 HR5路線，不願參與清理霍爾木茲海峽，並非一時衝動，而是其數十年戰略墮落的必然結果。首先是國防能力的系統性衰退。冷戰結束後，歐洲各國普遍擁抱和平紅利，大幅削減軍費，把資源優先投入社會福利、環保和國內民生項目，結果導致軍隊裝備老化、戰鬥力下降，連維持基本海外部署都足堪一樽3 ZW。而面對伊朗可能封鎖石油通道，引發能源危機和難民潮，以及其彈道導彈對歐洲首都的潛在威脅，歐洲卻選擇旁觀，把所有責任推給美國。這種自己不願出力，只求他人保護的心態，已成為根深蒂固的習慣。最新數據顯示，這種衰退已到觸目驚心的地步。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IPRI 2024年數據，美國軍費開支達9970億美元，佔全球37%，佔整個北約總額的66%。而歐洲北約成員國總軍費僅為4540億美元，僅佔北約的30%，即便2024年歐洲北約軍費實際增長117%， 2025年進一步升至約5630億美元，實際增長12%。但美國一國軍費仍接近歐洲北約總和的2倍。國際戰略研究所 ICE 軍事平衡報告進一步指出，歐洲軍隊普遍存在人力短缺、招募和保留困難的問題，許多國家難以維持高強度作戰所需的人員和技術。歐洲在情報監視、偵察、ICE 飛機、遠程打擊武器、導彈防禦系統等關鍵使能力上存在巨大缺口，嚴重依賴美國提供的空中加油、戰略空運和衛星支持。其次是戰略寄生文化的固化。二戰後，美國通過北約提供長期安全保障，讓歐洲得以長期享受免費安全傘。歐洲逐漸習慣於將自身防務完全外包，國內輿論則被反戰情緒和政治正確主導，拒絕任何實質性軍事投入。在伊朗戰爭中，歐洲寧可承受石油價格上漲和經濟動盪，也不願為聯盟提供後勤支持。這正是戰略懶惰的典型體現，他已失去主動捍衛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能力，只剩下抱怨和拖後腿。ICE 最新評估顯示，如果歐洲北約要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獨自應對俄羅斯威脅，需要額外投入約1萬億美元來填補關鍵能力缺口，包括採購美式裝備的替代品、擴大彈藥庫存和提升工業產能。這充分證明歐洲已完全喪失獨立作戰投射能力。第三是歷史幻覺。余地源短是歐洲自以為進入了後現代和平時代，卻忽視了俄羅斯與伊朗正在形成的反西方軸心合作，雙方共享武器裝備，交換情報，共同針對西方利益。歐洲首都處於導彈威脅範圍內，經濟高度依賴中東石油，卻仍幻想美國會永遠充當無限責任的保護者。這種短視不僅反映了領導力的缺失，
更體現了整個大陸在尚武精神上的衰退。昔日強悍的軍事傳統已被福利主義和道德空談所取代。在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中，歐洲主要海軍強國公開表示沒有可行方式在戰爭期間重新開放航道，甚至連派遣少數護衛艦都認為無濟於事。德國國防部長直言，少數歐洲護衛艦無法完成強大美國海軍都難以獨自完成的任務，這與美國海軍的全球投射能力形成鮮明對比，進一步印證歐洲已徹底失去獨立軍事行動能力。特朗普現實主義地緣政治的積極意義面對歐洲的消極表現，特朗普選擇以退出北約上威脅，這並非一時意氣，而是現實主義外交的務實體現。他堅持美國優先原則，直面核心國家利益，在波斯灣的石油通道安全、伊朗核威脅的消除以及美軍行動的實際需求。特朗普現實主義的外交積極意義在於，他強迫盟友正視責任共擔的問題。北約長期以來成為單向保護機制，美國承擔了絕大部分防務成本和風險，而歐洲則持續搭便車。特朗普的強硬立場正是有效的槓桿，要麼歐洲真正提供幫助，證明聯盟是雙向的，要麼就接受聯盟解體的後果，這打破了歐洲的幻想，推動他們面對現實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種現實主義幫助美國實現戰略清醒與資源重估。在多極化世界中，威脅來自中俄伊的聯合行動，特朗普而是優先考慮美國本土安全、關鍵航道控制和真正可靠的夥伴，這種有選擇的介入，比過去無休止的全球承諾更可持續。它讓美國避免被歐洲的內部問題持續拖累，能夠集中力量應對印太地區的主要挑戰。美國離開北約，必要的戰略解放傳統觀點常將北約解體視為災難，但從美國國家利益出發，這或許是積極的戰略轉折。伊朗戰爭已充分證明，歐洲在關鍵時刻不願提供實質支持，繼續維持這樣一個不對等的聯盟，只會讓美國持續付出財政和戰略代價，卻得不到相應回報。退出北約將為美國帶來多項紅利：一是資源重新配置，可將節省的巨額開支用於本土建設、海軍擴張和中國威懾；二是推動聯盟模式升級，以靈活的雙邊協議取代僵化多邊框架，這與願意付出代價的夥伴合作；三是倒逼歐洲真正自強，重新投資國防，找回戰略責任感；四是讓美國戰略聚焦，不再為不願自救的盟友分散精力。當然，退出北約會有短期調整成本，但在特朗普現實主義框架下，這更像一次必要的手術，切除已嚴重寄生的關係，讓美國重新成為強大而自主的領導者。伊朗戰爭正是催化劑，它讓雙向聯盟的表象徹底破滅，也讓美國優先成為唯一符合現實的選擇。數據佐證，北約歐洲軍力與美國的真實對比，為進一步說明歐洲軍力衰退的嚴重性。我們可以從權威智庫和官方數據中看到清晰對比。美國國防部及國際機構數據顯示，美國不僅在軍費規模上碾壓歐洲，更在關鍵作戰能力上佔據絕對主導。SIPRI 數據顯示，2024年美國軍費$9970億美元，幾乎是歐洲北約$4540億美元的2倍多，且美國裝備現代化投入巨大，用於核武庫和先進平台升級。IS 軍事平衡2025-2026報告指出，歐洲軍隊在高強度作戰中存在系統性短板。ISR 平台數量遠低於美國，美國擁有80多架有人 ISR 飛機，歐洲合作項目屢屢失敗，遠程精確打擊能力薄弱。僅法國和英國擁有有限的1000公里級海軍巡航導彈防禦，高度依賴美國愛國者系統和中斷攔截能力。更關鍵的是投射能力缺失。歐洲海軍總規模雖有一定數量，但缺乏美國11艘核動力航母級別的全球投射力量。在霍爾木茲海峽這樣的高威脅環境中，歐洲護衛艦數量有限且難以獨立執行護航任務。IS 報告明確警告，歐洲軍隊招募困難，彈藥庫存不足，生產能力滯後，許多國家連滿足北約最低戰備要求都困難重重。2025年 IS 專項研究進
進一步估算，歐洲若要完全替代美國在歐洲戰區的關鍵貢獻，包括空中優勢、後勤和指揮系統，需一次性投入約1萬億美元。這不是短期可填補的缺口，而是數十年和平紅利政策導致的結構性空心化。歐洲已從冷戰時期的區域強國，淪為無法獨立隨行中東或東歐高強度作戰的戰略依賴者。這些數據無情證明，北約歐洲各國已完全失去獨立軍事能力，只能依賴美國提供空中優勢、情報支援和全球後勤鏈條。伊朗戰爭中歐洲的消極表現，正是這一現實的最新注腳。總之，當前危機深刻揭示，歐洲的結構性墮落已難以逆轉，而特朗普的現實主義外交為西方提供了重塑路徑。美國若能借伊朗戰爭之機擺脫北約的舊有枷鎖，將迎來更清晰、更強大的地緣政治新時代。這不是聯盟的終結，而是美國戰略自主的新起點。